长官，等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佮一摆来感谢的时，是因为你的圣名充满着救恩、改变、医治，甚至互阮的生命唔若有愿望甲目标，嘛互阮明白，阮的生命是为主来活的。恳求上帝你佮一摆引带阮伫今日三角会当做伙来学习，要安怎做一个新家人，关怀伫滋味水的人的心上的功课。阮知阮还有真侪生命的操练，需要不断去突破。恳求上帝你通过圣经的话语，通过学习，也互阮的生命会当拿来拿成熟，成做主你所动用的器具。阮伫你面前，佮一摆将你的教会每一个信靠主你的人的门徒，也是主你的学生，嘛是主你的儿女。恳求上帝你亲自来使用阮，亲自来呼召阮，来感动阮众兄弟姊妹的心，互阮有一粒健康的生命，也互阮的身躯得到勇壮，会当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继续看我们的新家人关怀学校。那其实我在牧师在有人曾经跟我分享不仅一位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跟我讨论说，牧师，那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圣经里面就可以学到门徒训练功课。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这个书，或者是学习什么门徒训练功课其实我的感动，过去我也认为，其实看圣经就足够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愿意来看圣经的那种态度跟心态往往不比我们看课外读物来要有兴趣了，比较有兴趣嘛。所以呢，牧师也是去参考，发现说有些教会他们的牧者如何带领上帝的教会得到非常大的突破跟改变。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百姓，一定会整理一套好的方法。就好像牧师以前在做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为什么老师他会上课一定有教科书嘛？那教科书我通常一般学生不会单纯看教科书，一定会看什么？看你的笔记，看哪一个好同学他的笔记如何把它做得好。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智慧会透过不同门徒训练教材，然后我们一起结合圣经的内容，来帮助我们学习门徒生命的学习的功课所以牧师也鼓励各位，虽然我们现在进度拖了很久，将近半年以上，牧师之前想说他好像薄一本好像几周就可以上完可是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生命的功课是需要突破，而且很多生命的盲点咱人的生命弄些盲点是没有被指出来的。所以牧师后来发现说，我不能够那么简单带大家一起来看，因为如果太多的盲点我们没有去看，从圣经里面去看，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那个对我们生命来讲要奉献给主所用当中很重要的功课需要去改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也请大家能够见谅，牧师也希望能够逐一的把每一个重点能够用圣经里面的教导注意我们不是透过这个来教导我们，我们是透过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印证对不对？这个牧者写出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印证嘛。那如果印证了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符合的，那么我想我们不谋而否，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是可以去参考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的第3课新家人关怀事工的原则的第5点第一大点的第5点，我们关怀人的事工的原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怜悯人的心第5点，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那我觉得基督徒除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传福音，那么要传福音的人是必须要透过神的使徒嘛，对不对？呼召的使徒嘛。那么每一个牧者或者是长子同工，我们都是神所呼召拣选的，而且是人民弟兄姐妹所选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爱人，带领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我们就是要传什么福音？要能够怜悯人，对不对？你如果不会怜悯人
你会看到看到一个不好的人，你不会想要怜悯他，你也不觉得这个人他有什么需要嘛？更何况你更不会想要把福音带给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马太福音第9章。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9章的第9节到第13节。这是耶稣呼召马太的一个故事。那它里面讲到很多的巨细靡遗的相关的重点，就是说要跟耶稣一同吃饭的这些人里面有哪些人？好，第9节，耶稣他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马太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抽税，对不对？好，他本身在当时这个抽税的人人家会喜欢吗？不喜欢呐。可是呢，耶稣他对一个他觉得世人众人都会觉得这不是很喜欢的人，耶稣竟然是跟他讲说：“跟从我吧。”我们就来想象一下我们基督徒如果看到那个好像跟我们生命有非常大差距的人，他们需不需要像我们？要不要学习像耶稣一样说：“来跟从我吧？”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耶稣他就是这样在对待一个当时候人看为是一种罪人而且人家讨厌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抽税的马太对耶稣来讲竟然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你觉得耶稣他接下来他要继续讲，他知道说，我竟然叫他们跟从我，叫这马太来跟从我，一定会有人开始有一些声音，没错，这个故事里面就接下去第10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啊，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不着所以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揣摩原文的意思叫做学习你们好好的去学习吧。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什么？是要招罪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耶稣他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所以不是好人才进入教会是什么？需要的人，不管他是穷人，他是罪人，再糟糕的人，他都是需要进入教会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牧师很期待我们的教会的文化要改变成什么？要一个成为有爱的教会，一定要能够看到那个软弱的人是有怜悯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弟兄姐妹要有这种态度，否则我们如果只是在教会，我跟你很好，那个好来好去，我跟你讲好了10年不会坏，对不对？可是你跟那一些坏的人在一起你完全没有那个抵抗力所以为什么都时常讲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不管是叛逆的孩子是有错误的孩子有问题的学生我们都要有怜悯的心因为从很多细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上帝所像耶稣一样对那一些有需要的人给予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对人没有怜悯的心，很可能我们就是像耶稣所讲的，你们只是喜爱那个祭祀对吧？敬拜上帝嘛，对吧？有些基督徒他很爱敬拜上帝他觉得说这种人不可以进入教会，这种进入教会造成教会非常大的问题。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我跟你讲，牧师真的爱他，我会觉得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真的要时常为这件事情来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不是我们自己有做错什么，而是我们并没有符合耶稣的心意。他来到世上是要爱人的。我们再看一段补充说明的这可能子安那边没有。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1到3节。
在我们的直播里面的影片 PPT，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讲到哈，不会放上去。约翰福音第9章1到3节里面就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到底耶稣怎么在看待耶稣？他医治是出生就是瞎眼的人，好，对不对？耶稣他过去要看见有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门徒就问啊，我说：“哎，耶稣啊，老师啊，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亲呢？”我要问各位哈，之前我们教会不是有一群那个中辍生嘛，有没有？我们也会看啊，说：“哎，牧师啊，这样的人哦，是罪人哎，你觉得是他的家庭问题呢，还是他这个孩子天生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同样道理啦。耶稣就说什么？第3个，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哦，重点来了，这句话你要把它圈起来，显出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有没有显出上帝的作为？我们是把他弃之在外，还是我们把他接纳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而去爱他，而去包容他，甚至显出上帝的心意？这样懂吗？所以要非常小心哦。我们很多时候就跟门徒一样哦，问老师、问耶稣一样哦。哎，老师啊，牧师啊，这个人哦，这样子哦，会不会犯罪？他这样犯罪哦，哎，有触鼻隔壁哦，看咱教会安怎？我讲咱教会真做着你讲安尼哦，哎，我真正伫上帝面前，逐天在哭，我感觉真正是做恐怖的代志，我无法当甲上帝交差啦。所以呢，我们要再次回来我们再次回来，再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9章，罗马书第9章第10节。等一下子安是9章吗？对。我翻错。就9章第10节，对不对？哦，不是，不是我，对，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等我一下哈。我们看10节到15节哈。好，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第11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啊。意思说，咱人唔通用自己的意思去论断一个好甲歹的代志啊。了解我意思？因为有当时咱安尼做会安怎？会去论断人的是非啊。甚至一个人的价值性。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呢？可是这段话不是说那如果上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我也不需要怜悯这种人啊。反正主权是在上帝啊，没错。可是圣经我们礼拜天祷告会的时候也有讲啊，如果我们不怜悯人，上帝也不会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有人我们得罪了谁，我们要去跟人家认错啊。对不对？我们要跟他认错啊，所以我们要记得
你要得到上帝的怜悯，一定要懂得要能够原谅别人，而且要赦免别人。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怜悯人的心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要去关怀一个新家人，他进入教会，你一定会看到他有很多的习惯不好，对不对？牧师今天好，我很感谢神，我今天早上陪一个姐妹，那在车陪她去关庙，然后去办她的所有事情，在一路上聊到很多，从她的家庭，从她自己本身，还有从她所关心的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我就在谈说，在我们彼此的关心、认识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怜悯人的心。所以，怎么样看待别人，要能够胜过于看待自己，这个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二个诫命嘛，爱邻舍如同自己嘛。所以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哈，在历代志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30章。30章8到9节哈。好，我们翻到了哈，我们一起来看。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至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意思就是说，他会不会顾我们？会。好，我要先讲一下圣经里面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很多圣经学者认定这个历代志下它实际上是由文士以斯拉收下来。所以你看以斯拉的传记也以斯拉记看历代志上下，以这内底的这个文法作想，拢在讲历史。伊咧讲的拢大部分是对倒位？是对前后犹大王对这所罗门王，然后一直执政到西底家王和这个巴比伦所掠。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伫这过程的中间，以斯拉文书以斯拉，伊安怎咧讲起这祭司也好，圣殿也好，还有侍奉的很多条例。所以咱今日所看嘛是同款。伊安怎咧讲起甲上帝的关系，要安怎倒转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咱来小可了解这个背景，所以伫遮伊对第8节讲啥物？一个讲希西家王安怎修办过节，所以你看一开始第1节，希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第8节他讲到，现在不要再像你们的以前的列祖应着景象，要学习归顺耶和华，进到他的圣殿，永远的至圣的居所，然后还要侍奉他好使他的烈怒怎么样转离你们。所以咱的信徒，咱有咧鼓励伊安怎服侍上帝无？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而且不要硬，迄阿妈棍嘛咧硬啊！服侍上帝的人有咱心中硬嘛有呢，对不？今天伊讲啥？我们如果回转向神不是侍奉上帝那个心意他第9节他说你若转向耶和华，他讲的是心意不是单纯的侍奉上帝是说心意要回转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怎么样？蒙连续连续意思就是讲，咱若对耶和华上帝你倒转去找上帝，你的处境当时对犹大这以色列人因是比利亚嘛，被掳的嘛，所以他是说你也会必在你的掳掠你们的人面前蒙连续意思讲上帝安怎会给你顾守，敢不是？所以
转向神很重要。我们要让一个人他的生命改变，一定要让看得出他的心有没有改变。好，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鼓励大家要去做见证？会不会做见证？有没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太重要了。好，这个一直都在我的牧会的理念里面，认为说，一个读懂圣经的人，会看圣经真理的人，一定要分享见证，因为生命如果没有见证，我觉得真理在你心里面，即使再对再好，其实也不会带来什么果效。好，真的啊。好，你读的跟我读的不是都一样吗？对不对？可是你会做跟我会做，跟我不会做，那就差很多啦。你会做，你的生命一定改变啊！我不会做，如果都一样，我们都懂这个圣经节。那个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不见得大家都会背啊，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不以福音为耻啊。有些人会认为福音就更小拍谁，我哪喝大家可以讲上帝听你呀，说听你，他讲不出来啊，他就是以福音为耻嘛。所以会做跟不会做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单纯把人带到圣经里面，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可是一定会帮助一个人带来改变吗？不见得。反而是我们要去探讨，到底神的话要怎么样扎心在一个人身上。我们要告诉他，你要回转向神。我们要去检视一个人的生命，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去看到我们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这才是重点。好，所以预备逾越节实际上也是代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守节日啊。牧师为什么说，我们各个节期每一年下来，现在2024年我们就开始想了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在我们今年要怎么样做开始，甚至我们要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走在上帝所合他心意的道路上。所以任何一个小动作，任何一个状态，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到底我们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好，帮助有需要的人。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重点新家人关怀同工的态度。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一种心呐，那到底态度要怎么做？心意跟态度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啦。态度已经慢慢的让你心中所想的要怎么样彰显出来，我觉得态度跟态度有关系啦。我再解释一下你有那份心，但是态度不对不代表像学生你想不想功课好啊？有，那叫做有那份心嘛。可是他的态度不 OK， 你觉得他有办法带出行为吗？是不会的，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人说，你怎么都没有，你不想要好吗？他就说没差啦，你就知道他的态度不 OK。可是他真的没有心吗？不见得他是搞不好有心，只是无力感。所以我们要了解心跟态度跟外展的行为，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之前谈的是新家人关怀同工的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叫新家人关怀同工的态度。第一个，我觉得他写说不是教导人，我觉得不是以教导为重心的人你再把它补充一下，不是以教导为重心的人，乃是服侍的人。意思就是说什么？要有行动对不对？对不对？有些人他喜欢教导嘛，只是爱讲教嘛。我来教你，我跟你讲怎么做。可是实际上他也没有在也没有在执行懂我意思吗？就好像如果牧师跟他一直讲我哪不会执行像那个我们牧师说今年我们要来做这个陪读这个同工他就说牧师我一直在等你还要再1个月我就警醒到说好像也是应该要赶快。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有一些细节东西我就已经想出来所以其实上帝很恩待我们，他在时常还告诉我们不是以教导为重心的人乃是要以服侍
做开始的人。好，你可以再做个补充，乃是要以服事做开始的人。意思就是说，当你了解什么真理也好，或者是爱人、怜悯人，好，帮助人，好，甚至管家的心、顺从的心、期待的心，你要记得啦，要去服事啊，然后试着要走出去哈。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好，20章35节，这一段话是保罗他向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一段话。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受苦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好像就讲出了我们做牧者的心声啊。好，所以为什么我以前时常在想说，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我就在观察，甚至也都会了解听到很多牧者就说我们一般牧会在一间教会一般差不多8年了当时候的牧者他们是这样讲，他们说8年。我说为什么牧师一定8年就要离开啊？然后他就说，因为前4年你都还在摸索。好，第5年、第6年，你会开始在执行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怎么样。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一定会这样吗？我就在想说，难道跟信徒的关系跟人方面自己没有办法突破吗？所以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保罗他在这里讲的跟我刚刚讲的那个牧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有讲到一个，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保罗他是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个好像对每一个牧者不见得敢这么说，对不对？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然后接下来劳苦是什么？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说，做干奉献干给人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牧师有没有在这几点上至少有一些，至少要有沾到边，对不对？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努力。第一个，我要做你们的榜样，而且我要知道什么是劳苦。虽然我的环境、我的生活，我没有什么亏欠，没有什么欠缺，可是我期待让我自己不要太过于安逸。所以你看，牧师都好像很急、很赶，其实我不是为了要这样，我知道这样不好，而且会误过代际。可是我都时常告诉我自己，因为我怕亏欠上帝，所以在我生命里面，我都时常告诉自己，即便我再难，我也要保持着一个劳苦的心志。好，所以呢，辅助软弱的人，好，甚至呢，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今天我在跟这位姐妹在听的时候，我发现说，感谢主，还好我们教会做这个携手爱无限。然后她跟我分享，她说：“牧师，我跟你做见证，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教会做这个携手爱无限，我非常赞同。当时候我在小组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认领一户，然后呢，他认领了，然后但是他就跟所有的组员说，可是我这个月还没有办法，我下个月再把钱，我领薪水的时候我再拿钱来，好500块。结果牧师你知道吗？我在当我要准备要去预备这些钱的时候，我统一发票中了1000块。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当我们心里面心智，你要去想说，主啊，我愿意，我摆上的时候，神是会补足我们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主劳苦，为主付上的代价，心智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先看你的现况的不足跟软弱，来感觉没办法做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保罗他所讲的一个很重要。所以36节，保罗他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试着带大家一起祷告。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感动，对不对？我有感动，不见得你有感动，可是我可以带着你一起来祷告。众人痛哭哦，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所以有没有祷告重不重要？重要。你所领受的意象跟我领受的感动一定不一样。信徒他不会马上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说，牧师，我们做1919，我们的信徒不见得能够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试着带着他们，鼓励他们，然后怎么样？我愿意作为你们的榜样。好，我跟你分享我的感触，我的感动。神真的很恩待我。好，我也期待你也同样得着那份祝福。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就把它带到祷告里面。不要，如果没有祷告，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讲完那一些话，你会觉得好像好像不小心高举了自己一样。所以这是我的经验，我自己做牧者也时常要讲，我要怎么做印证，我要怎么在众人的面前、信徒的面前说上帝是真的，因为我都时常在讲道啊，讲真理啊，到底真理是什么？难道我讲的都是对的吗？我对的原因是什么？真理是真的，怎么样来印证？就是要从我的话有没有印证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已经开始把神的真理、福音里面去想这些话语怎么样印证在我生命里面，而且在我身边朋友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带来改变？好，所以这里他讲了，他亲嘴完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就是说让他们这些长老们最伤心的是什么？就是保罗他说了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这句话，于是就送他上船去了。我觉得这为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你们觉得长老为什么他们那么难过？为什么他们那么难过？哪些可能性？舍不得。我牧师可能想的比较幽默一点哈。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人也说，你这个做工你离开就无法度通给阮斗三工啊啦，有没有？我在想象的是什么？我在想象的是教会。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蛮长的。通常我以前都时常看到说，一个牧者他要离开那我就从他的信徒当中，我就问说，你牧师这么优秀，那人没有要走啊？这会友就讲牧师你不知道那牧师做认真呐，那信徒都没要认真呐，还了解吗？就是说。牧者他实际上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苦口婆心都一直在讲讲那么多，大家一直没有办法一起同心所以要注意长子跟牧者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同心里面，然后一定要去同行因为同心不容易嘛，对不对？关乎到的是一个牧者，他可能沟通。他可能包含他的为人举止，会影响长子同工对这个牧者的信赖嘛。可是我们要去想的是说，我们为的都是要建造属神的教会。如果这个意向是明确的，那么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因为一间教会谁是头？基督啊。那如果牧师他如果讲的东西跟长子不赶快的时候，那大家就好好坐下来讲清楚嘛，对不对？讲清楚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叫讲清楚了？就是要去做了，对吗？那如果要去做也没有做，那请问是谁的问题？就是大家要去想行为的问题，有没有认真的、好好的跟着牧者一起去完成？所以为什么长子很重要？有些长子他们认为说牧师，我真的没办法。我没办法跟着一起做，我说没关系，我不会勉强，因为我宁可要愿意委身的人。如果不愿意委身的人，我们宁可不要，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神托付这些弟兄姐妹把你选出来，结果你对自己的职分并不用心，在
跟着牧者，然后与牧者一起讨论，把教会把它建造起来。实际上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个这扛降偷对了。所以牧师为什么我会时常提醒大家，在我们的服侍神的道路上不要失焦。如果我们失焦了，往往我们会，我觉得很可惜。我们对神的感动，往往把它，那是魔鬼爱玩者，那不是上帝爱玩者。好，所以呢，我们回到这边，服侍人，我们要教导人，我们一定要先学习做榜样。服侍人一定要学习做榜样。什么叫做劳苦？什么叫做扶助软弱的人？所以我觉得服侍不是在那种外在的，你讲我某书在讲啊哈，不是一个你可以经得起的范围的服侍工作了，不是了。我觉得服侍是你要以榜样去努力突破，把那个劳苦不会的侍奉学到会了，你了解吧？因为从这边我们看到那个侍奉，你看保罗伊咧讲迄个侍奉哦，那是勒扣的呢，而且那是扶助软弱的人呢。那我就在想哦，我们的服侍大部分都很像习惯了，习以为常，就熟悉嘛，我就做这样就好了。不要再给我任何的工作，不要再让我去做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眺望我们信徒的心智，要让大家，我觉得只要对焦了，只要在对焦，我觉得教会，我真的牧师其实不是说这些侍奉工作例行性的侍奉工作不重要，而是我们一定要 focus 在是否能够让人，让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服侍，不管是侍奉，我觉得都有劳苦的人，都有软弱的人，不足的人。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担任榜样，然后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受苦的心智，然后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好，我相信这个很广，牧师没有办法用非常清楚跟大家讲的非常有条理，让大家明白。但是我觉得就是抓住这几个重点：榜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几个重点就是保罗在讲的。不是以教导为重心的人，而是要先以服侍他人。我们要先做这样的人。好，第二段圣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当西庇太的母亲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来拜耶稣的时候，就求耶稣嘛，他们要求什么？求到底这个在天上，在你的国里面他们也可以坐哪里嘛，对不对？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在28节最后说，其实26节你们当中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做大的，就必做谁的用人。谁愿做头，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为什么牧师刚刚有讲到这个保罗，他为什么同样的心智，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扶助软弱的人也是如此。所以28节说，人子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我们说我们服侍是服侍谁？服侍主。我们服侍主没有错，可是主他告诉我们要服侍人。这个服侍人不是改婆邋遢为备受尊荣，不是，而是这是我们本应该做的。他说，乃是要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注意舍命不是一种付上代价而已舍命是付上代价而已。可是他后面讲的那句话，做多人的什么？赎价，这是重点。什么是赎价？赎价就是把它买回奴隶的这个价钱。譬如讲，一这是奴隶嘛，这奴隶讲我多少钱给你买来，然后给你自由啊，买来以后我就让你自由了。赎价。耶稣他看到人心里面因为罪，因为犯错，因为没有办法交托，因为没有自由，所以
他要来到世上，让更多在罪恶当中、在捆绑里面的奴隶重新得蒙救恩。所以我们要知道哦，我们服侍人不单单只是付上代价的舍命工作，他必须还要赎价。什么赎价？人家要因为你而得到改变。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因为耶稣得到改变？因为我们透过他的宝血得到赎罪嘛，对不对？成为一个圣洁、活到圣洁的人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呢？别人，我们带领人，我们有没有去让人因为你而得到改变呢？这才是赎价。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我们要舍命为主来服侍。我觉得这个讲的还不是很到位了。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所说的哈，那么这才是真正服侍人的角色。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关怀同工态度。好，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2段圣经节哈，有没有做榜样、受苦、扶助软弱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好，还有这个我们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做众人的什么舍命，还要赎价。这个已经是行动，我讲的行动面很清楚嘛，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关怀同工的心跟态度，同工的态度是不同的。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预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学习突破。好，让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有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好的态度，好，做对的事情，选对的人。好，来跟随。好，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要好好为台湾。好，接下来剩没几天，我们的台湾要进入大选。好，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来祷告，也为台湾人好的选择祷告，要有智慧。好，不是一味的听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好，我觉得你一定看得出来。好，时常在讲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通常这样的人。往往花时间在埋怨，花时间在计较，花时间在争论，会比做事情还要多了。这是一个，因为他往往都是为了他是最好的，而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好，所以恳求神也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无论在传福音，无论在我们爱人爱主的功课上面，我们能够学习更好的心如何带出一个好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也为我们的妙龄姐妹，也为满足姐妹之前摔伤那也需要得到恢复。那么也为我们教会在未来的今年的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做更多的祷告预备，期待我们的教会在上半年度，我们的每一位小会员，每一位长同工，要参与在这个代祷的工作上。所以牧师也会到时候把这些代祷卡，我们会除了长执会，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或许我们不是在开会的时候，可能每一个礼拜，礼拜3我们同工会之后，我们有一些时间，10到15分钟，我们把这一些需要代祷的人跟大家分享，然后讨论，然后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当中。一个礼拜2天3天，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时常想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操练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接下来，我相信这些工作对弟兄姐妹的灵命，我们去印证，去感受神如何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见证、有印证的人，然后我们去带领弟兄姐妹，也学习怎么操练为别人代祷。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神你面前，能够做一位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有怜悯人的心的人。主啊，当我们爱人，我们要懂得了解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得蒙上帝的怜悯，也能够成为神你所拣选、所呼召、所救赎、赎价回来的儿女。求主你能够继续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不仅有爱主你的心志，也让我们的态度能够不断的突破，让我们的态度能够带出懂得如何去服侍人，
帮助人，让人能够因为我们而得蒙生命的救赎。主耶稣，我们愿意将主的恩典、主救赎的计划、主的福音带给我有需要的人。当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信心，特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软弱上，求主你不仅给我们补足，也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跟盼望。也求主你继续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投入在教会建造的工作上面。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也是神你国度的一份子。我们更乐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愿主你赐给我们健康的心智，不管是肉体，不管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都能够一起学习，用好的态度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跟随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愿意不仅跟随耶稣基督，也愿意跟随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代祷者，好的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愿主你也带给我们更多的心智，是属神托付给我们重要的心智，带领更多弟兄姐妹未信的人来蒙主你的祝福、生命的恩典，也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认识福音，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救赎，也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使命工作。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成为传福音的殿，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对焦，在神你的爱里面能够蒙你的应许，蒙你的祝福。现在我们要结束在今天的学习，愿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每周三的晚上8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学习新家人的关怀，透过圣经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愿你平安。